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个日就是旧历7月，照民间的风俗，这个月来各地拢会举办普渡法会，就会看到西公提羊仔伫咧拿羊、拿念经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，这一日就是羊鹅羊羊第一条。羊就是细型的幽灵，羊仔嘛有人讲是梁仔，若是西公专用的，咱讲是西公羊。另外物件有声响，咱嘛讲羊，像讲电话的羊仔，赶紧去接。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羊仔，头前讲到就是细型的幽灵，细型的灵，细型的精，咱讲是羊仔，嘛有人讲梁仔。第二个词读做西公羊，就是西公提精，嘛有人讲是西公羊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西公拿羊，囡仔若死，提醒咱做代志都要用着方式。若无，亲像是人咧做生日，提西公羊仔去姜，甲人庆贺，亲像是掠死那七八条，安尼代志就愈来愈严重。今仔日绍介这一日读做羊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